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约书亚记3章1节到17节。约书亚记3章1节到17节，地位字圣经第232页，其他版本请看银幕。天光约书亚透早起来，甲以色列众人拢离开十亭，来到约旦，还未过去。 就小伫遐听候过河，过3日，官长骗行营中，命令百姓讲：恁看见耶和华恁上帝约柜，佮看见祭司利未人更伊的时，就离开你的所在，来对伊的后面，总是恁甲约柜3日约略着量2000丈的远。 毋通逼近恁，互恁知所着行的路，因为恁平时袂捌行即条路。第5节，约书亚对百姓讲：恁着家己圣洁，因为明仔日耶和华要伫恁中间行奇事。约书亚佮吩咐祭司讲：恁将约柜起来，伫百姓的头前行，因就将约柜起来。 行伫百姓的头前。第7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讲：对今仔日起，我要互你伫以色列众人的面前做大，互你知我甲你伫地，亲像前甲摩西的伫地一样。你着吩咐跟约柜的祭司讲：你到约旦河边水边的时，着天脚伫约旦。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讲：你跟我来。 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约书亚佮讲：对安尼，你通知我的上帝伫恁中间，要伫恁的头前赶着迦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洗人、吉加勒人、阿摩利人、阿布斯人，看普天的主宰的约柜要伫恁的头前过去，入约旦。 恁担着对以色列支派中经12人，每支派1个人，到光普天的主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伊的骹徛伫约旦河的水，约旦河的水就是对顶面流落来的水，要这段徛起来归队，百姓离开布边，要过约旦的时，祭司就将约柜。 伫百姓的头前，伫收成的时，约旦的水常常搬过伊的岸，将约柜的到约旦，将约柜的祭司脚一个稳着水，迄个水顶面流落来的水就徛起来规堆，3里真远，伫撒勒但边头的阿东城，迄个流伫阿拉巴海。 就是沿海，遐水泉源绝断，百姓就伫耶利哥的对面过去，跟耶和华的约柜的祭司伫约旦的大地定地徛地，以色列众人拢对大地过去，直到百姓已经过约旦以上。请本堂游牧师来讲道，题目是行过约旦河。 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同心自执，要领受你的话，看见你的应允，凭着信心进到你的恩典的所在，求你的神来开阮的心窍，互阮会通明白你的教示，照安尼去行。 阮每一个人拢真做得到福气的人，同心祈祷，靠耶稣性命，阿门。弟兄姊大家平安。甲你的厝边隔壁来祝福，新年恭喜，上帝祝福你。咱可能有一寡兄弟吼，要倒转去到你故乡来过年，后礼拜就是过年啊吼，真紧。 我愿上帝祝咱，互咱伫新的一年，
咱免行过你人生的约旦河，会通领受上帝恩典。你即摆会记得1月牧师咧讲到的信息的主题是啥物啊无？信心的啥物？起造啦吼，建造吼，就是信心的建造，也是讲起造吼。第2礼拜牧师讲啥？信心的眼界，互你看见未来的荣耀的这个情景嘛吼。你有存有信心，然后你看见，总是看见无代表你会当得到啊，对毋对？所以伫顶礼拜，咱有讲去到是啥物？你看到了，你爱准备无？所以你爱进入迦南地啥？准备嘛，你爱准备好势，准备啥物？注意听上帝话，安怎讲？然后讲几日内要入来？3日哦，所以3日来准备牛草哦。不但是牛草，你的内心有准备好无？若无信心，入去有真济才会精进呢。约书亚，伊受到上帝吩咐了，伊就赶紧真积极起来，吩咐才会领袖、官长。我甲恁讲哦，爱准备好哦，上帝搁3天就要带咱进到伫迄个迦南地，要过河哦。过河就爱准备吼，是爱准备游泳衫、游泳裤是无？毋是啦吼，遐无信心吼。一般咱若讲要看到河，咱就爱准备游泳衫、游泳裤嘛吼。所以上帝到底是要用啥物款的方法，互因行过即个约旦河呢？较早可能老一辈，老一辈都拢伫旷野过往啊，对无？即马剩新的一代。20岁以下、20岁以上，剩2个人，啥物人？迦勒甲约书亚吼。剩的人拢无迄个行过河，也是过海的经验，安尼要安怎？所以因可能听讲啦，听讲较早吼，阿公阿嬷阿祖，因安怎过红海呢？迄足奇妙的，总是听讲咧听讲咧，对无？所以因过去有迄个口传听讲，但实际你家己要经历到的时阵吼，迄就无相款呢。红海较宽啦，新的一代，互因拄着这约旦河。咱看约书亚，伊积极用信心来回应，拢是带200万大概差不多200万的男女老幼。搁有因对埃及所查出来的遮的财产，鸡啊、鸟啊吼，遮免怎过？来会晓游泳的举手一个，会晓游泳的。请帮剩的要安怎？无桥啊，无船啊，要安怎？恁遮等下，阮先收过来，甲佫讲安尼是毋是？袂使啊，袂使气煞你的亲人啊！你家己得救别人呢？要安怎？你总袂当放伊伫迄个伫迄个旷野，伫迄个欠缺所在吗？所以即礼拜的信息，咱要讲到伫行过，甲你的边仔讲，毋是收过，是行过行过。所以当因来到约旦河边。因会当看到来，看到对方，较早是敢若几个摊啊，看到12个对无？即马是因拢总来到伫约旦河边啊，因会当看见对方，为虾米？外看，连面甲甲咱讲吼，所以伫遮咱有看到总是要哪过？有一条河，塌来呢。因是亲像尼罗河，讲是一个孕育，搁互因的土地通肥，所以即个对因来讲是一个塌崖。面对你人生的塌崖困难，你要安怎伫遐来经过？所以透过即段圣经信息听讲到有一个目的，
激发咱领袖，咱做领袖的吼，当家中级小组长，遮个部长，你免有信心踏出你的信心的脚步，才会当引带百姓正义到伫应允的所在。第二个目的，在提醒咱安怎过，迄个命格伫倒位，关键伫倒位。听上帝话，有听，但是要守无。你若照安尼行，上帝足侪应允赐福，拢伫圣经甲咱讲的。你若安尼行，安尼行，这福气就安怎对你，有无？你啊看，写着咧写咧，听着咧听咧，三房两厅咧，吼。兄弟姊妹，有当时咱就是讲当做耳边风安尼，拢无咧注意听，上帝都爱讲啊吼。你有听无？你有安尼照安尼行，就会通入去哦。来，所以咱来看去面对咱你准备好势无？伫上帝话顶面，你有常常准备好势无？无要祈祷啊，我毋知要用对一节，对无？要安怎对付魔鬼撒旦？祈祷时，要清牧师啊，迄个全副的证架到底是记伫倒？你茫用迄个铜鼎做头盔哦，对无？菜刀就凊彩举出来安尼哦。圣神的宝剑，真理最摇大，平安的福音最下。上帝话就平常时就爱安怎传互好势，你要穿救恩做头盔，公义做护心镜，真理做摇大，脚前平安福音做下，信心做盾牌，上帝话做啥物？菜刀哦，是啥？宝剑啦，吼！所以咱穿全副正甲，互咱安怎？伫你的生活中，咱拄着困难要征战的时阵，你哪有气力啊？兄弟姊妹，咱来看讲面对咱生活中间有啥物款的你来到约旦河啊，你有看到迄个上帝要互你应允，总是挡掉的，要安怎？要安怎面对你人生的约旦河？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讲，这个约旦河是真做因正义到伫这个应允迦南地一个真大的塌崖咧，阻挡。约旦河伊的起源是对倒来，咱知无？对黑门山会记牧师一遍甲咱讲道的时候讲起该萨利亚、菲律比迄是约旦河的源头之一有三个源头其中遮是对黑门山的落西马。会结冰袂？敢会中东遐呢？遐热呢？会啦我咧考验恁的信心啦遐若伫4、5月、5、6月就会扬，然后迄个细水就会流落来。迄该萨利亚菲律比的水足冰呢。我看内底水内阁有鳟鱼呢。迄鳟鱼表示讲伊的水爱安怎？足清气咧，我阁入迄约旦河，迄水倒转来啦，过去话要洗礼，我就这约旦河的水总是主要，毋是迄个水是咱的信心，是主的同在但是即马这约旦河就真做因的塌崖，伊的宽度其实。无介阔啦，无亲像红海遐尼阔，大概差不多15至23公尺宽。安尼咱想象，15公尺至23公尺。本来若讲有遮个大潮的时阵较无水的时阵，有几个所在会当行过、撩过安尼但是即马即个时阵真做塌崖因为圣经甲咱讲。15节遐讲啥？迄个时间是啥物款的时间？收割的时间。所以咧收割、咧收成的时间，大概差不多伫4、5月伫4、5月，所以伫遐伊的水会满过量化啦，
满过量化。那安尼会晓受的，可能是讲我受过就好啊，物件放的敢会使安尼袂使吧？所以要过无桥无路，伫即个季节无法度带即个男女老幼，即个过河，要安怎？搁遐个财产行李真无简单，对埃及早来到遮呢，敢爱放伫遐？我咧搬厝足济拢等讨角，搬袂去啊！即摆还袂搬了。你也想讲因对埃及遐，所有的拢甲早来，共款的，无简单。过来伫困难的过程中间，咱然后水安尼无法度过。过来咧，圣经讲即条路你毋捌行过咧，你捌行迄个青云的路马路无？捌无？你有用过导航无？导航甲设落小姐乌白甲你带无？有个人迄个导航无好，总甲带落迄个海内底。有有这个新闻啊！毋捌行过的路，有当时会行迷路。上帝爱因即摆过河得到应允的地，总是新的一代无有这个经历。较早伫旷野有分条，搁有啥？火条来带咯。即摆有无？无去安尼，无要安怎？啥物人要来带路？所以其实上帝拢有安排好势啦不过爱因有信心，这新的一代，过来即两个有经验的，要安怎带无经验的，总有上帝话伫遮来引带因。或者是头一个，就讲面对你人生的约旦河有啥物款的困难无？第二，咱来看讲行过约旦河，对咱来讲，对以色列百姓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头一个，结束因旷野流浪的生活。伫约旦河进前，甲另外一番，伫即边是代表啥？过去因伫埃及所受到的遮艰苦、苦楚、遮个罪恶，伫旷野，因可能老一代做金牛、拜金牛，因伫遐埋怨，伫遐怨毒上帝，代表因无自由。即马对埃及受讨棒，总是正到伫旷野，代表啥物？自我最中心。摩西去伫遐，可能死伫山顶咱家己来做金牛，咱家己伫遐来祭拜。因伫遐有失志，有无相信，代表迄个肉体性命。所以即马迦南地代表因所要经历迄个未来安息，包括上帝所要赏赐予的丰丰富富的未来。所以咱要看见因要正到伫行过约旦河的意义，代表讲咱即马要开始经历2017年，咱是毋会通对上帝的祝福内底做伙来经历，伊伫你的事业，伫你夫妻关系、亲子的关系，伫你甲同事，伫你手所做，拢会通行通无？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关键。所以咱看见透过安尼，也咧描写讲，咱伫新约的时代，伫耶稣基督内面，所有属灵的意义。以弗所人书第1章第3节，甲咱讲啥？讲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也是伊的爸得到阿乐，伊伫基督捌赏赐咱伫天里逐项属伫神的福气。安尼咱讲啥？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咱有逐样属灵的福气要赏赐予咱啊。所以正到伫上帝应允，表示讲伫新的一个时代内底，你若接受耶稣成做性命的救主，洗礼归入伊的名的时阵这个属伫神的福气，属伫上帝的福气，就要正义到入你的性命。你要结束啥物？你过去流浪的生活，
你过去毋捌上帝伫你的生活迄个困难中间一直咧断舍，迄款的生活要结束。所以期待啥物？你期待安居乐业无？你有期待买一间新的厝啊无？有无？你若租一间厝，你可能较袂期待啊吼。总是你若还袂买厝的时阵吼，即摆少年人你要去买一间厝，简单无？无简单呢。但是有毋茫无？有毋茫啊！你若讲啊，一直咧宣告讲无可能，足困难的，那安尼就无可能。哦，咱有富爸爸的，对毋对？甲你的边仔讲，咱有好野的老爸。兄弟姊妹，你有期待安居乐业？伫你属灵的性命，你有期待安居乐业？定居伫迦南教会无？你毋茫伫你的生活中间，上帝毋是讲啊，伫属灵的，伊嘛要互你伫你的生活中间有富足、有安居乐业的未来嘛。所以兄弟姊妹，咱看因要结束伫旷野流浪的生活，表示因要正到伫迄个丰盛应允，但是条件。你爱继续伫耶稣基督内底。你若离开，你就无有半项。所以圣经的诗言讲：我的好处无在伫你以外，我的福气无在伫你以外，伫啥物？伫上帝以外，伫咱的主耶稣以外。过去因是一个流浪的生活吼，有水有草，因就伫遐大步病；有水有草，因就伫遐。来徛起，但是即马咧，入去到迦南地，因开始要改变因的生活，对迄个游牧民族到底安怎，要进入到农业。以色列人因的农业是真发达哦，比咱台湾佫较发达。要进入到农业，较早拢住啥物？텐트、帐篷嘛，吼。即马咧，入去咧。因先看到啥？哦，遐个城墙啦，遐个厝啦，对无？袂歹哦，毋免搁安尼漂流不定啊，伫遐流浪啊。这是行过约旦河的一个意义。所以后一个咱要讲，啊那安尼变怎入去？秘诀伫啥物所在？人若讲甲你讲秘诀，啊你是毋是照安尼去做？咱来看。行过约旦河的秘诀，头一个，要安怎伫遮来听上帝话？上帝吩咐约书亚嘛吩咐遮个百姓哦，恁着爱听，注意来听。约书亚第1章第80讲啥？恁爱听，每日想啥？上帝话，那安尼才会通互你的道路行通。顺利，所以安尼想看觅啊，上帝的话听遵守，然后你的道路就会当安怎行通顺利。啊，无行通顺利，到底是安怎？是我毋听吗？还是上帝时间还未到？哦，所以伫遮咱来想，行过约旦河的秘诀头一个，有上帝的话来指示，帮助咱。咱有看川普上任美国总统的即个新闻啊无？伊上任的时阵做一件真要紧的事，抢换啥？几本？哦，恁拢有注意呢吼。一本伊讲是因兜的因家族的吼，然后一本是人准备的嘛。2本我看迄个画面2本啊，读做伙抢换圣经。伫遐来宣告，伊要互美国搁较伟大，咱要互上帝的国度搁较伟大，好毋好？所以，互你的家庭会搁较兴旺。头一个建立伫上帝话，一个强盛的国家，你看因真要紧，过去吼，即摆较衰退吼，是定根伫上帝话顶面。你看去，恁身躯有美金无？有美金无？
啊，恁捌开过美金无？啊，美金内底恁有详细看无？无哦。内底写啥？100块内底写啥？也是用1块的。In God we trust。来，咱这边来 In God we trust。啥物意思？较搞英文的，甲我讲者。阮相信上帝啦，阮信靠上帝啦，所以国家会遐尼强盛，是因为起造伫啥物？上帝的话甲真理有咧听，所以可能咱大家对川普伊讲的啥可能甲伊的行为，上帝就是使用才会可能互人拍破目镜哦。你看伊的官员，伊的话过内底有真侪拢是敬畏上帝基督徒，要恢复伫迄个原本照上帝话来起造的家庭嘛。所以有特别上帝心意呢。所以本来无看好，拢是上帝照伊的律在做的。第二，咱看起讲行通爱遵守上帝话，总是有一个，你有安尼在记上帝话，但是你甲上帝中间迄个公路有通啊无？还佫有心内的苦毒怨恨无赦免啊无？所以就甲这百姓讲，恁着爱清气家己哦，爱清气家己。因为咱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啊，佫有爱离王，爱离王，2000张是偌远啊？9站吗？圣经的记载是讲1000公尺，2000张大概啦圣经的迄落是头1公里呢，差我1公里啊，1000安尼。离遐远呢，要安怎？搁即条路毋捌行过，毋知马路无？所以伫遮先叫因爱安怎？一项一项来，爱清气家己。圣经讲，所有人若清气家己，伫提摩太书2章2来在讲，人若清气家己，脱离遮个，就要做贵气的器具，诚圣，下伫主人的路用，便通做逐项的好事。你知影因要讲迦南地遮个城池的时阵有的人犯罪偷体，有的人就是安怎创一寡遮对埃及来，伫因的生命过程中，有创一寡遮物件是甲偶像有关系所以最近有人要报名洗礼，有要做一个圣别的礼拜。讲牧师，我厝也阁有一寡遐可能拜偶像的物件，正确的观念就是安怎分别做圣，因为咱上帝是圣洁，所以圣经内底有真侪所在讲，当咱若分别做圣你安尼处理了，上帝就要做奇妙的事啊。所以伫遮咱有看讲，上帝每一遍要做奇妙的大事的时阵，拢要求百姓安怎清气家己，分别做圣。第三。伊要求这个祭司，兄弟姊妹，啥物人是祭司？看你的边你就是祭司，你就是祭司。你若讲你边的你就是祭司，你就是祭司。为啥伫咱这个解宗的信仰内底万人该啥？该祭司。祭司是到底踮伫人甲上帝中间嘛？所以表示讲，你代表上帝。带人来认捌上帝，你代表人来到上帝面头前，拜托上帝啊！伊即个信心较无够，你来祝福伊好毋好？伊拄着啥物款的困难？祭司是徛伫人甲中间，上帝中间来代求啦。佫对代表上帝甲人讲，我讲你若我靠上帝，上帝要祝福你啥物？安尼了解所以祭司。是伫人甲上帝的中间做管道，所以领袖着安怎勇敢踏出？你要共传福音，爱勇敢无？爱勇敢嘛！有人说信耶稣真好，总是要人讲信耶稣有一寡惊吓困难嘛。但是你互伊诚做习惯的时阵，你就袂惊。
吩咐祭司讲啦，光约柜的吼，恁着爱好打，然后骹爱安怎打落。袂啦，昨吼我光头前，今仔换你光头前好无？下袂？四个人讲嘛，昨我光头前啊，今仔要打落水哦，换你顺正对咯，换你行头前好无？哦，人时啊是毋是会相体？但是这信心爱显出，打落，哇！迄水毋知偌深呢，满过两岸。啊，打落啊，佫徛条的，无讲无打落，我嘛会晓收水，我小可收者安尼。所以上帝吩咐讲，你爱打落，你爱徛条。为虾米？如果你若无徛条的，就无奇妙的事发生。啊，你若走去后壁，将近要1公里的人伫遐要安怎？你若走去，水若佫合来，偌济人要死。兄姊妹啦，所以咱来看，领袖要有信心，服侍人员要有信心，将你约柜来踏入水，然后发生啥物？上帝迄新约技术，甲迄水炸起来，然后好亲像第二次的过红海情景佫出来啊，对无？然后迄个水做水墙啊，有奇妙无？奇妙啊！虽然无亲像红海遐尔壮观，但是咱看新的一代，因搁一遍来经历啦，吼，来经历。所以伫遮，如果遮的领袖若无各就各位，若无徛在，就会影响后壁；若无徛在，影响小组员；若无徛在，影响啥？会友的信心嘛。啊，你都徛袂牢啊，吼，要安怎？哦，所以伫遮咱看，祭司领袖爱徛在，最后百姓爱军队约柜，约柜是咧创啥？约柜内底装啥？啊？装五块饼2尾鱼，装上帝啥？法版对无？10条界写伫迄个石板，然后放伫内底。其实约柜咧代表上帝同在，甲你边讲代表上帝同在。后来意思安尼就是讲，祭司跟约柜有上帝同在，然后脚踏落徛咧水开，然后因爱军队伫上帝引出伫遐来行。好，差1000公尺，祭司脚踏落发生啥物代志？后壁知无？后壁知无？敢知？佫毋是千里眼过，知无？毋知嘛。所以那拣几个人，12个人呼调出来，先来，这拢领袖嘛，看嘛。所以等于祭司脚一踏落，水开，有见证者无？各支派拢一个来，领袖来。所以因看因会等于报袂，做见证袂。哦，领袖要紧无？领袖真要紧。当你看你经历，你爱讲，你爱教，你爱引传。哦，所以百姓才会通安怎做伙伫遐的军队好。所以最后即个，互咱提醒讲，最后因安怎行过？行伫啥物款的地？敢真啊大的地？迄水拄啊摕，敢会真大？感谢主，圣经来讲大地啦。毋是落古糜啦，有奇妙无？上帝真正奇妙，就是人听上帝话，人家己清起家己，领受有信心的时阵，咱看见一条新的路，一条出路，伫你的生命内底，检测无路，但是信心经历，上帝就甲你开路，咱要哪回？听上帝话，逐日。听上帝话，用上帝话宣告做你的祈祷，用上帝话做你的祈祷。申命记28章第1节到14节，每一天兄弟姊妹用这段来做你的宣告祈祷，把你的名放落来祈祷，你
做伙来经历上帝伫迄个所要赏赐的福，要赏赐互你。第二，分别做成，清起家己厝。伫咱生命内底，有遮个上帝无欢喜、无属上帝遮个思想、情感、遮个行为，咱恳求主保护来清气咱。这是咱会通用爱祈祷。最后一个，咱做伙踏出信心的脚步，天朝主、军队主。真期待伫2007年，咱的生命无搁再共款。后礼拜要讲就是，正义到你生命内底新的一个命运的上帝要定着，互你生命，你要安怎去经历？三甲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行过约旦河，代表阮要结束伫阮生命中间有做遮个流浪，做遮个欠缺。伫新的一年，赏赐阮信心，行过人生的约旦河，进入到你所要应允互阮，迄个老年到老。